火。結束咗整日嘅忙碌，呢一日嘅傍晚，着住海青嘅玉芳正企喺佛前，手持珠串喺念佛。肅穆嘅氣氛令到玉芳沉浸喺拳經嘅平靜感覺中。諗起幾個月前，玉芳喺台東市中心嘅服裝店裏邊嚟咗一個客人，聊天當中，客人熱情嘅向佢講起念佛嘅好處，玉芳眼前一亮，好似滿屋都係放大光明。從嗰次之後，玉芳心裏邊總係暖暖嘅，好似春風照拂住。於是捧住一串串珠拜訪親朋好友，勸佢哋亦都嚟念佛。念珠一粒一粒從佢個指根撥過，腳下勸念佛嘅步伐亦都未停歇。玉芳走喺越加充盈嘅道路上。有一日，玉芳嚟拜訪一家有名嘅醬油工廠，同廠嘅主人夫婦相談好歡喜。然而舉目望去，都係木造嘅矮房嘅醬油廠四周，突然響起好大嘅騷動，消防車一輛接一輛嘅光隆隆嘅通過，大火朝住醬油廠燃燒，氣勢沖沖嘅包抄而嚟。玉芳同廠長夫人慌慌張張，朝住門外發起大火嘅地方跪下，立刻高聲呼喊：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。突然一陣大風將火舌一掃，全係工廠後邊5棟小草屋瞬間燒成灰。好彩店面同工廠只係燒焦咗小部分，整條街道亦都因為咁樣保存咗落嚟。阿彌陀佛化度嘅利益無量無邊，有時賜清涼風，立即為我哋消災免難。